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藏文的元音符号。那么藏文有几个元音符号呢？藏文有4个元音符号。对，那么它有它的名称，那分别是，kiku，对 ，kiku、shebju、jambu、naru，对，很好。那么它的话，它的名称还有它的音是不一样的，读出来的时候音是不一样的。那它写的时候，它的写法还有写的时候是怎么写的，知道吗？不知道。好，那么它的话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写句的话就写在这个鸡字下面，其余的3个的话就必须要写在它的元音符号一定要写在它的上面。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元音符号的这个名称和它的发音是不一致的，对吧？发音是不一致的，所以说为了表达这个元音符号的这个发音，然后我们必须要把它的跟这个辅音字母的啊连在一起，拼在一起。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个是 e， 阿基古 e， 对，阿基古 e， 那么这个阿基古 e 的话，它的这个发音部位是哪个？e 的发音部位是喉音，对不对？阿基古 e， 发音部位是喉音。好的，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是舌面前。好，舌面前音，对吧？e。好的，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是最特殊的一个要写在下面的，对吧？好，也就是要写在这个辅音字母的下面。好，那么一起来读一下阿写ju u， 阿写ju u， 很好。那么它的这个发音部位是哪个？阿写ju u。u 是唇音，对，唇音，对吧？好的。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发音方法是舌面后音。舌面后音。那么我们俩一起试着读一下阿写ju u， 阿写ju u， 好。那么再看一下第3个是jambu，对不对？好，阿jambu e， 阿jambu e。很好。那么这个它的发音部位是哪个？喉音。喉音，很好。阿整部 a， 发音方法呢？我们读的过程当中一定来看一下。舌面前音。舌面前音。阿整部 a， 好的。那么再看一下第4个是 naru， 对吧？好，那么一起来读一下阿 naru o， 好的。那么它的发音部位呢？我们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唇音。对，是唇音。好的。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发音方法是舌面后音。对，舌面后音。那一起来读一下阿 naru o，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有2个，一个是直读，对吧？还有一个是拼读。那么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是拼读。好，就比如说阿基古 e， 阿写ju u， 阿整部 a， 阿 naru o。好，这样读的话是拼读。那么直读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直读也就是说直接读，对吧？好，用藏文来说的话是角落打读落，对吧？有2个角落读落，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个是直读的话是读落。好 ，e u a o， 对，也就是这个的话就是直读。好，那么藏文的话，这个读的时候这个元音符号有直读和拼读2个。好，这个一定要记住一下。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书写位置的话，刚刚已经说过，你再重复一下。是书写位置是第2个元音在写在鸡字的下面。然后其他3个元音都写在鸡字的上面。好的。那么这个元音符号的话，我们就
介绍这儿，然后再看一下另一种还有是辅音和这个元音的浊字拼音，对吧？浊字拼音，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来读一下。首先是这个辅音名称，然后再加上这个元音名称，最后就得这个音节音。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些这些单词啊，后面的这些单词，课后的单词。好，首先第一个是扩是它的意思，对不对？第一个是扩啊，那么第二个听见是对扩，好，第三个哭好，第四个脸好，第五个是这个水对好的，再看一下下一个买东西的买对牛好，再看一下公的还有是熊的什么还有男的对，很好破好的，再看一下里头就是说或者说是一个气，出气的气铺好的，再看一下儿子或者说是男孩对仆好，母的或者说是女的好，他们这是一个复数形式对空错好还有一个是酸奶奶酪什么的对学好吃好好的，再看一下下一个山上好，再看一下尸首或者是尸体什么的对好的，再看一下年岁年和岁好的，再看一下死熄灭对细好的，再看一下苹果呢苹果是果树好的果树好，谁你是谁树对树好계란 수인吧对吧树好的，然后是牙齿对塑好，然后是距离特别近的近距离捏波对捏波好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学过这个口对吧，还学过这个水，那么口水是对咳啾好，还有这个叔叔对阿库好，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是老鼠老鼠是对叽好的，下一个我们对很好俺错好，然后再看一下那个那个是什么东西对吧，那是什么东西对铁卡着对吧，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辅音加元音，然后再成这个音节音。那么我们再举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是嘎기고기我们在没有特别了解这个元音符号之前，我们先这个拼读的话是最好，对吧？好，然后我们就读着特别顺的时候，就可以直读，然后就直接就读出来，一下子就能读出来。我们先拼讀一下啊，까키고기 짜키고지 따키고띠 빠키고삐
자키구 지, 자키구 지, 샤키구 시, 샤키구 시, 라키구 리。 라키구 리。 好的，那这个的话是起咕第一个，对吧？好，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的话是写句，对吧？然后写句的话，我们一起拼读一下，嘎写句咕，嘎写句咕，卡写句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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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写句我，俺写句我，加写句就，加写句就，恰写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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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伢写句牛，伢写句牛。对，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元音符号。那么再看一下第三个的话是整部，对吧？好，大整部的，大整部的，他整部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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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部呢，那整部呢，把整部背，把整部背，他整部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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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整部没，马整部没。对，那么这个的话是第三个，对吧？第三个元音符号。那么再看一下最后一个，第四个的话是纳入，对不对？纳入。好，我们先拼一下，拼读一下。好，巴纳入波，巴纳入波，帕纳入坡，帕纳入坡，塔纳入坡，帕纳入坡，马纳入摸，马纳入摸，扎纳入做，扎纳入做，擦纳入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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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纳入诺，那纳入诺。好。